网罗萧敬腾、林忆莲等众多唱将的歌唱节目歌手，自播出以来争议不断，现在惹恼天团五月天的歌迷，痛批制作单位不尊重音乐创作者。天后林忆莲在第6期选唱五月天的《盛夏光年》，在歌曲介绍时，节目组将原唱五月天以及作词作曲者阿信的部分完全省略，直接跳到制作人和音乐总监。到了第7期，萧敬腾领军狮子合唱团表演阿信填词谱曲的《听不到》，字幕再度不标注作词作曲的阿信，连2次刻意神隐五月天和阿信，彻底惹怒歌迷，涌入电视台微博留言抗议。既然选择演唱五月天的歌曲，却不给予尊重，算什么歌唱节目？还有粉丝怒呛制作单位，有本事就别选五月天的创作。Let's go, party, party, all night long. Lonely, lonely goodbye, 我们都有绝望。